從聖經真理點亮生命，從心靈故事啟迪人生。靈命日亮，每日與你同心同行。各位弟兄姊妹平安，祈求聖靈引領我哋以下嘅時間，安靜我哋嘅心靈，親近上帝。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題係用禱告來愛人。我哋先聽一聽今日要讀出嘅經文啦。撒母耳記上12章19至25節，眾民對撒母耳說：求你為僕人們禱告耶和華你的上帝，免得我們死亡，因為我們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撒母耳對百姓說：不要懼怕，你們雖然行了這惡，卻不要偏離耶和華，只要盡心侍奉他。若偏離耶和華去順從那不能救人的虛神，是無益的。耶和華既喜悅選你們作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棄你們。至於我，斷不停止為你們禱告，以致得罪耶和華。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們。只要你們敬畏耶和華，誠誠實實地盡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們所行的事何等大。第25節，你們若仍然作惡，你們和你們的王必一同滅亡。我嘅朋友咁樣對我話：如果我媽媽冇一直為我禱告，我真係唔知道今日會喺邊度，又甚至可能我已經死咗啦。我嘅朋友曾經染上毒癮，佢亦都曾經販賣毒品而坐監。有一日，佢同我一齊飲咖啡嘅時候，佢分享咗佢母親嘅禱告點樣改變佢嘅人生。佢繼續咁樣講：就算喺我讓佢已經去到非常失望都好啦，佢依然用禱告嚟愛我。我曾經惹咗好多麻煩，但係如果唔係佢為我禱告，我知道情況一定會更差。喺舊約嘅撒母耳記就講述咗先知撒母耳藉着禱告顯明佢忠心地服侍上帝、服侍人。當百姓喺吉甲擁立掃羅為王嘅嗰一日，先知撒母耳就好失望，因為百姓將對未來嘅信心同希望就託付於君主制度，而唔係喺上帝嘅身上。當百姓聚集嘅時候，上帝藉住一場反季節嘅暴風雨，表達佢嘅憤怒，以致百姓恐懼害怕，並且後悔擁立君王。當佢哋懇求撒母耳為佢哋求情嘅時候，撒母耳就喺第23節咁樣講。和合本修訂版經文話：至於我如果停止為你們禱告，就得罪耶和華了。我絕不會這樣做。撒母耳嘅回應提醒咗我哋可以藉由為別人禱告，讓上帝喺我哋嘅心中同生活中居首位。當我哋透過禱告嚟愛人嘅時候，就能夠睇到只有上帝能夠做成嘅事。我哋絕對唔會想錯過咁樣嘅機會。各位朋友啊，持續咁樣禱告，點樣可以幫助你將上帝放喺首位呢？今日你會點樣為別人禱告啊？撒母耳記上12章23節，至於我，斷不停止為你們禱告，以致得罪耶和華。邀請你，我哋一齊禱告啊！大能嘅救主，多謝你為我禱告。今日請幫助我學習撒母耳嘅榜樣，透過禱告去愛人呢。奉主耶穌基督之名祈求，阿門。
靈糧透視。以色列民被分別出來，成為聖潔嘅國民，服侍上帝。上帝一直係佢哋嘅審判者，並且為佢哋爭戰。因此，當以色列民想要好似列國一樣，有王治理佢哋，統領佢哋，為佢哋爭戰，佢哋就拒絕讓上帝作佢哋嘅審判者，作佢哋嘅王。佢哋立掃羅為王之後，撒母耳呢就提醒佢哋，儘管佢哋屢次不忠，但係上帝總係信實地一次次咁拯救佢哋。而撒母耳亦都警告話，如果佢哋繼續不忠於上帝，就會受到審判。嗱，佢哋就承認自己嘅罪，並且請求撒母耳為佢哋禱告。咁撒母耳呢就向佢哋保證會為佢哋代求，並且敦促佢哋要敬畏耶和華，誠誠實實地盡心侍奉佢。嗱，我哋亦都可以為別人禱告，讓上帝喺佢哋嘅心中、生活中居首位。求聖靈幫助我哋靠着基督活好今天嘅生命。如果你對今日嘅內容有所共鳴，邀請你可以轉載同其他人分享，又或者可以下載靈命日糧嘅手機應用程式，繼續收聽其他嘅屬靈材料。甚或你都可以留言同我哋分享，彼此代禱。願上帝賜福於你。